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今天我们去上海静安区的洲际酒店演出，2018年才完工的5星级酒店，出发。我看经常有朋友留言说你们评弹几百年之后会怎么样？说实话，未来我无法预测，我只能和大家说，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先进京给乾隆皇帝御前弹唱，几百年之后，有一个叫小刘和镜子的还在从事这门古老的艺术，以它为生。所以我相信几百年之后评弹还是会存在。开了2个多小时，上海蛮堵的，终于到这个酒店了。我们在这个地下车库兜了足足20分钟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的基本上所有车位都是固定车位，违停就锁车。朋友们看，这个上面挂着的都是专用车位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车位，还没租出去。这可终于到了，看这个跑车。我们是3楼豪华厅，朋友们，就是这对新人，祝福送给他们。本来1个半小时的路程，开了2个半小时，跑到这儿一看，仪式都快开始了，差点迟到。这是今天的化妆间，哇，马上就要上台了，只能匆匆吃个便饭。仪式结束了，我们要准备上了。非常感谢能给他来演出。唱起头手嘴平淡，送给30个各位，还送给精彩的新郎新娘，祝你多幸福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在美中作情深归。带来相见，祝与美，美在左边左边。住在美呀比美呀红美有趣子今天非常感谢摄影师帮我录了这么久。八季风水，美在美的山与君同饮醉塞北千山共山终于美